跟住落嚟咧，我要請出我哋一個社區一個領袖，亦都係我哋端翻嘅才子，書畫琴棋樣樣精通。現在咧都係喺我哋華埠做生意做得非常之成功嘅阿何啟生先生，阿哈佬哥，我相信大家好多人都認識佢。請。今日咧，我哋大家咧係懷着沉悶嘅心情，咁咧嚟參加教會祝福啊，跟住咧係俾我哋嘅非常好人嘅一個詩人啊，係祝啊呢一條社嘅領袖啊，我哋只可以喺呢度咧懷着沉悶嘅心情咧。祝啊會叔多行健樂啊！喺另一個世界開心每一日咁過啊！大家都係今日咧即係而家佢哋咧聽大家嘅食，希望大家咧食飽啲，食多啲祝大家身體健康嚇！好啦，多謝我哋阿哈佬哥，我哋哈佬哥真係又係好得公道。好啦。咁我哋繼續請出我哋3億公所總理阿何生，麻煩阿何生你上傳嚟啊！今日係江威叔係告別儀式，我懷着沉悶嘅心情嚟呢度送佢最後一程。下啲一生光明磊落，從一個普通嘅老師做到校長，再然後到邊分教育辦工作多年，佢個學生滿天下，佢平易近人，和諧可親，給我們留下深刻嘅印象。佢創辦端分議會、網友會。世界華人旅行社係佢嘅公職一生嘅心血，佢個子女有成，兒孫滿堂，事業有成。江威叔，你在天之靈，環遊天國，你嘅笑容永遠在我們嘅心中。最後，祝家人身體健康。也祝在座嘅親戚朋友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最後細侄，祝你一路走好。再次多謝我哋阿何總理，阿何總理就好支持我哋屋企人，咁再次多。